狮子又来了！来，叫我去会会他。后退！云岚宗阴魂不散，又要上门送死了吗？三爷哥哥，星儿，你回来！韩长老，外头了不是？这儿也没外人，按辈分，你得管我叫一声师叔啊！啊，大侄子。哟，挺有胆儿啊，想动手是吧？咱俩过招那是同门过招，正好我看看你的功夫，放马过来。引分式浪尺。这招叫星陨阁的摘星手，你娘没教过你？这什么破玩意儿？不是咱们星陨阁的东西吧？重来！第二式。星陨阁的光碎银河你也没学，你娘怎么教的你？就这还敢跟我动手？要杀就杀，别废话。我可以不杀，
只要你告诉我老头藏在哪，把他交出来，冲着我师姐，我饶你一命又何妨？要我说也不是不可以，不过你也得告诉我一件事。条件还不少。好，说，你是怎么害死我娘的？告诉你也无妨。魂殿的主人允诺了我一个让我无法拒绝的好处，条件就是杀了师傅。所以我趁他不备，轻而易举地夺了他的性命。当初我把他的血涂在自己脸上出去喊人，等我回来的时候，大家伙都看见你娘在师傅身上哭，你娘是一句辩解的话都没有，直接杀出重围就跑了。后来才听说，他被4大家族围攻，畏罪自杀了。其实这件事情呢，很长时间以来，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，直到我在你身上看到了异火，我才明白了一切。现在，请你把本来属于我的异火还给我，把老头交出来，我保你不死。你找老头，老头也在找你。你放心好了，你们很快就会见面的。我7年前敢杀他，你以为我现在就怕他吗？我娘当年忍辱蒙告，拼上性命也要保护药老。人间有忠义2字，像你这样的人，永远都不会明白的。杨老，我差点被你徒弟害死，你却还在睡觉。想来抢狮王的东西，我见一个杀一个。
死了的感觉很舒服吧？我死了吗？刚才在阎王那儿过堂了。他说你坏事做得太多，罚你陪我一辈子。看来你也不是什么好人啊。怎么样？有没有被我骗到？有，姑娘，你简直是太厉害了。我叫萧炎，你呢？先过来，见过紫金翼狮王殿下。狮王在里边。怎么？你怕了吗？走吧。怎么样了？剑气已经搅碎了肺腑，应该是撑不久了。我做不了什么。你要是死了，我也不活了。你不许死，听见没有？不许死！你一定不能死！不可以！这样的神兽不应该死得没有尊严。你吃了它吧，这是狮王的礼物，半生子金元。这就是半生子金元。每年丧病数百人，都是为了他而来。你走吧，在洞门口放一把火，把我们烧得干干净净，也算是交情尽了。这个半生子金元我不能要，这里面是小狮王吧，留给他吧，他长大以后也好对他娘有个念想。哎呀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？天生地埋本来就没有什么。再说了，小狮王长大了，他自己也会长出半生子金元的。你摸一摸他，将来他会记得你的。好了，你离开吧。记得在洞口放一把火，把我和狮王火葬在一起。那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在乎你的人吧？没有。那你爹呢？我回去，我爹也不会要我。什么？为什么？他说我长得丑。胡说！你很漂亮，我饿奶毒体我能治。我爹说我将来没有男人。我要。你说什么？我刚刚啊？我肯定要。你要我干嘛？我要你跟我一起回去接受治疗，要你像一个正常女孩子一样活着，要你跟我在一起，而不是天天待在这个破山洞里面，跟那些毒虫、蜈蚣、蛇在一起。
你是可怜我。我是喜欢你。那你会娶我吗？我会娶你的。我还要带你去见你爹，告诉你爹，这个女孩子她很好很好，可是她现在归我了。我爹他说的不对，不是没有人要我。相公，没事，有我在，别怕。小家伙，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了。我奉宗主之命来抓他。你们这么多人来欺负一个小女孩，你们云岚宗真够要脸。小女孩，她杀了我6个师弟，你说她是小女孩，我倒觉得她是小魔头。她和你没什么关系吧？请闪开！他可是我相公。冰皇，爹，爹，冰皇是你爹？这位前辈，他可是宗主要的人。告诉阴山，我闺女杀的都算在我头上。若琳导师，宗主可是给学院写过信，学院也是同意我们来抓人的。学院是同意过让你们带人，至于带得走带不走，这个我没办法做主。你，我喊1、2、3，马上给我滚得干干净净。1、2。你别看这姑娘老是跟我吵吵闹闹的，她可是我的掌上明珠啊！只要你对她好，你想要什么尽管开口。你快说呀，你想要什么？你以后好好对她，别老吼她了，也不要把她赶出家门。哎呀，那有什么问题啊？你放心吧，以后我再对我闺女说一句硬话，我就不是人了。闺女，你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这样，爹，我服了你了。姑爷，跟我出去喝一杯吧，你灌我2斤，你看我怕吗？韩老，要不这样，您呢，先把她带回去，我这边还得上学呢，等我有空了，我再去看您吧。哎呀，姑爷上学是正事，咱们爷俩在家等啊。走，我们走。啊！我把半生紫金元，还有狮王的兽火给你了，你好好留着。记得想我。走啊！你说过你会来看我的，不许反悔啊！哎呀，走啊，快呀！你一定要来看我的。船家，多谢了。不谢。
尉迟姑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怎么就不能在这里啊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很怕见到我？看姑娘说的，你又不是鬼，我为什么要怕你？你心中有鬼，自然是怕见到我。好，好，好，我怕你了，行了吧？我真的有急事在身，你让一让，让我过去。把偷我的东西还给我，我就放你过去。什么东西？在下从未拿过姑娘的东西。你身后的剑是我的，还给我，我就放你过去。玉龙剑是岳阳门掌门之剑，姑娘凭什么说是你的？我说它是我的，就是我的。你还给我，我再放你过去。在下真的有急事，得罪。宜兴岛的兄弟们，我奉岳阳门掌门显兵宗师遗命，前来拜见樊堡主，有要事相告，还请兄弟们帮我转达。樊哥哥，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他就是恶人云中鹤，你快抓住他！尉迟姑娘，人命关天，你就不要胡闹了。臭骗子，我告诉你，别以为你有宝剑护身就可以逃走，我们这里还有更厉害的阵法对付你呢。快投降吧！拿下！阁下，在下尹建平，来自岳阳门，特来求见樊堡主。
范哥哥，他就是个大骗子，他这一路把我害得可惨了，你一定要帮我出这口恶气。阁下可是银星岛岛主樊银江？你说你是岳阳门的人，何人为证？这是岳阳门的信物玉龙剑，请阁下过目。小心，剑上有毒，是丹凤轩的剧毒。樊哥哥，这剑是他偷的，他就是江洋大盗云中鹤，你千万不能相信他，不能上当。樊兄，在下受显彬宗师所托，特来拜见樊堡主。此事关乎清风堡的生死存亡，但求樊兄通报一声，我想樊堡主自会断定。好，我可以带你去见我爹。多谢樊兄。樊哥哥，他就是在胡言乱语。凡进我清风堡的人，不得携带任何兵器。想见我爹，请交出你的兵器。给我拿下！是。你们要干什么？这是我们银星岛的规矩，尹兄弟，请包涵。这下好了，看你这个臭骗子还怎么逞能！给。这把剑是他偷我的，现在也算物归原主了。那兰心妹妹，你想怎么处置她呀？好，带走。带走。走，走，走，快，快点！这是什么地方？进去，别磨蹭。进去！告诉你别跑啊！这儿可到处都是机关，丢了命可别怪我没告诉你。樊银江，这个言而无信的家伙！我要见樊堡主，我要要事相告，关乎你们清风堡的生死存亡。樊银江，樊银江，樊银江，我要要事相告。别喊了，樊哥哥他不在这儿。你要是求饶的话，就跟我求饶吧。玉池姑娘，你别再闹了，快让樊银江带我去见樊堡主，我有重要事情禀报。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慢慢跟我讲啊，我可以帮你转达。玉池姑娘，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情，一刻也不能耽误。你快想办法让我出去。殷建平，我跟你说过了，惹本姑娘生气的下场是注定不好的。怎么样，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玉池兰心，你是我义兄叶春雷的未婚妻，我一直敬重你，忍让你。我没想到你竟然是如此不明是非的小女人。殷建平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，居然敢蔑视我！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呀？你，好，你是大英雄、大豪杰，我是个不明是非的小女子，我高攀不上你。你呀，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吧。等过个10年8年的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再来拜会你这个大英雄喽。哼！玉池兰心，你会耽误大事的。干尸九妹就要来了，你快放我出去！你别走，放我出去！我怎么会遇上这样的人？真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
今夜守卫坛碑，现在已呼呼大睡，你放心的去吧。谢前辈相救，前辈如何称呼？剑皮来日必报。不要对任何人说起你见过，这就算是报恩了。谨遵前辈之命。前辈，后会有期。等等，你一定要去清风堡吗？是，在下受人之托，必须要亲自见到樊堡主。记住，如果你见到他，千万不要说出你父亲的名字，切记切记。前辈，你究竟是谁？真好吃。本姑娘不但刀枪剑戟样样精通，煎炒煮炸那也是无所不能。只是这无人相伴不成席。尹建平，你这个大骗子！虽然你屡屡惹我生气，但是呢，本姑娘大人有大量，这次啊，算你走好运了。大骗子，明天一早让你尝尝我的手艺。花菇鸭掌，金鹿香斩。少帮主有令，今夜守在屋子周围，保护好尉迟小姐，不得有误，知道吗？是。你们两个守在这边，你跟我来，你们去那边。看来今天玉龙剑士拿不到手了，算了，报信要紧。来，李帮主，来，李帮主，稍等片刻，姑娘一会儿就到。哎，阮总管，何时攻打清风堡啊？我真恨不得今天就宰了樊老头和他那个狗儿子。来，慢着啊！客官，您要的茶，来，您的。哎，客官，您没事吧，客官？这他娘的什么冻茶呀？差点没烫死你爷爷！有这么烫的冻茶吗？客官，您要的是香茶，山庄最好的顶冻香茶，不是什么冻茶。顶冻啊？顶冻不就是他娘的特别的凉吗？我说店家，像这种粗鄙之人也能进得了碧河山庄，真是扫了我们大家的雅兴啊！公子，这位是金刀盟的老大李通，我看咱们还是不要招惹他为好。什么金刀银刀，只要到了巢湖，他就是一把破刀。小兔崽子，敢骂你爷爷啊？你是不想活了吧？是啊。
不识抬举的东西！阮总管，救我呀！李帮主，抓住竹竿！抓住！小兔崽子，爷爷饶不了你！李帮主，你退下。你先回去，换身衣裳，明日再来拜见我家姑娘。你放心，得罪我们丹凤轩的人，我一定不会放过的。你说什么？李帮主，你走吧。你等着！这位兄台，请问高姓大名啊？江湖儿女，无名无姓。哼，无名好啊，省得一会儿留下麻烦。请出招吧。你先请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公子，你怎么样啊？你们快走，这交给我。 樊兄，快走，兰心在等你。快走啊！
公子，快走啊！走！你是易建平吗？易建平，你的剑法是不是吴老太太传授给你的？姑娘，让这个姓易的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跑了，实在太可惜了。他跑不了，他是来复仇的。这小子长得像一个人，像那个姓尹的，也许他们就是同一个人。姑娘曲声清越，人消何物？尹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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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尹先生，有人在吗？尹先生。谁啊？原来尹先生在啊。是甘姑娘，不好意思啊，在下正在沐浴，实在是不方便啊。尹先生，我刚才在外面敲门，你没有听到吗？姑娘莫怪，在下正在沐浴，心田无忧，没想到就睡着了。先生一直都在屋里沐浴吗？刚才窗外亭台有人声喧哗，不知道先生有没有听到？怎么没听到？吵死了，都把我吵醒了。哎，是不是有人在吵架？不过在下特别喜欢沐浴，一进这木头就不想出来了。啊，是什么人在吵架？是不是很热闹？尹先生，我有一事相问，在此多有不便，我在房中恭候先生的大驾。这个尹毅到底是不是易建平啊？他俩长得倒是很像。他不像这个人，可是我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。他肯定怀疑我了，我必须赶紧离开这里。不行，我如果就这么走了，岂不是不打自招？以后就更不好周旋了。甘姑娘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尹先生，我对你的身世很好奇。要知道，人会撒谎，但功夫不会。姑娘，在下只是一闲云野鹤，从不过问江湖之事。你我一律相交，未有仇怨，姑娘为何一定要为难我呢？先生能连接我数招，还算是闲云野鹤吗？姑娘定要置我于死地吗？尹先生，你宁愿受伤，也不愿使出本门武功。虽然我们的音律相通，但是心意相隔，难做知己。你走吧。姑娘既然对我如此多疑，在下多说无益，告辞。
要知道，人会撒谎，但功夫不会。气不断长虹。这个女人太狠了，我真不敢对她心存侥幸。她宁肯错杀1000，也不会放过一个。胡老太远在翠溪，生死未卜，世上不会有第二个人为我解毒。这碧河山庄，看来就是我的葬身之地。一朋友，万事好商量。商量可以，但是我有言在先。一朋友，请讲，一切都好说。我不信你要再张冠李戴的话，莫怪我剑下无情。你不是一剑平，你真的想死吗？在下有眼无珠，以后再也不胡乱说话了。刚才在下误把尹兄当作一剑平，深夜偷袭，实在对不住。别跟我说对不住，如果不是我反应快的话，早成了你刀下鬼。你要干什么？你的穴道已经被我独门手法封住，呼吸一下试试看，什么感觉？尹朋友，我并未伤害到你，你究竟要怎样？很简单，和你做个交易。什么交易？半个时辰以内，如果你的穴道没有打开的话，就会气血逆流而亡。而我呢，中了你主子的黑手，如果没有解药，我也会死。我们一命换一命，你给我解药，我给你解开穴道，如何？哼，我家姑娘要杀你，我怎么可能救你？你别妄想了。如果我真死了，那可就没人救你了。你的命应该比我重要些吧？好，姓尹的，算你狠。让我看看，你中的什么毒？哼，你中的是7步断长虹。除了我们丹凤轩，没人能救你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和你做个交易。尹朋友，2个时辰之后你就无碍了。大丈夫言而有信，你该解开我的穴道了。你可以走了。哦，忘跟你说了，你的穴道1个时辰之后
会自行解开。姓尹的，你耍我？刚才如果我不手下留情的话，你早就一命呜呼了。不服气，再试试。哼，行，早晚有一天，我让你知道阮大爷的厉害。奉陪。我太大意了。如果我刚才逃离碧河山庄，也不至于又落入他的手中。干尸九妹，你究竟是谁？干尸九妹，你真的要我死吗？尹先生，我是特意来向你赔罪的。姑娘，此话何意？我刚才并非想伤害你，只是想试探一下你的武功。在下万分佩服姑娘的手段。为了试探一个人，竟不惜用天下剧毒。要不是阴差阳错，你的跟班来暗害我，我想此刻，姑娘正好可以来为我收尸了。让先生受惊，实在是对不起。我也是迫于无奈。我的敌人伊建平不惧7步断长虹，而先生你又跟他长得如此相像，我只好用毒来试一试先生了。好，此法甚好。实在是对不起先生，请你原谅。明日中午我备下酒宴，请先生一起听琴观和，以此再表歉意，请先生一定赏光。好吧。尹先生，我那不争气的跟班，好像遗留下了什么东西。那是师门药物，不知先生是否看见过？姑娘明察秋毫，在下惭愧。谢谢。甘姑娘，此药慎毒，以后请慎用。龚先生，你说我要是活捉了干尸九妹，我爹会怎么赏我？哼，你想要什么，他就给你什么。报告少堡主，湖面上发现干尸九妹的船队，共有1艘大船，9艘小船。哼，他终于来了。左先生，能不能活捉干尸九妹，今晚就看你的了。点亮星宿灯，传令水阵，全岛待命。是。走，咱们去观水台看一看。嗯。还是按旧办，今夜他们输定。传令下去，全速前进。是。怎么会是这样？左先生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干尸九妹的船队见到我的星宿灯，不但没有减速，
反而全速向银心岛驶来，这实在是不合常理。上次的苦头还没有吃够，这次竟敢闯我的水阵。他只有区区一艘大船，如果硬闯，只会白白送死。看十九妹不像是一个鲁莽之人啊，莫非他有什么高明的计谋，所以有恃无恐？左先生，你太高看他了吧？他有什么高明的？哼，今夜就是他的死期。传我的令，水阵之中不能放过一个敌人。是。传令花二郎，依计谋行事。是。干姑娘，你说的计谋是不是声东击西？那花二郎会不会有危险啊？花兄不会有危险，你就放心，等着看好戏吧。姑娘，你看，那是什么？那是攻打银心岛的秘密武器。一定是19妹去攻打银心岛了，我要去看一下。哎，徒弟，你不是说好了不管银心岛的事了吗？他们不仁，我不能不义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哎，徒弟，你就这种不仁不义的人值吗？不值。去，你别去。我不管值不值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你在这等我，哪都不要去，我走了。哎，堡主，银心岛方向传来了一连串的爆炸声，您听到了吗？堡主，这次19妹来者不善，您还是赶快增派援兵吧。仗才开打，我就增派援兵，显得江儿也太无能了吧？可是，要不我先过去看看？啊，不用了，左先生在，银心岛不会有问题，下去吧。是。银心岛那边静悄悄的，看来华当家那边一切顺利。顺利？若不是甘姑娘的计谋，花二郎，丹凤轩的人不应该小肚鸡肠，无论是谁，只要帮咱们战胜强敌，都应该感激，而不是嫉妒。姑娘，在下并非妒忌花二郎，在下只是担心这个人只会夸夸其谈，误了姑娘的大事。事实胜于雄辩。现在花二郎已经攻破了银心岛的水阵，我现在就带几个人乘小船过去探一探路。只要你看到星宿灯中天柱星位射落，你就带领船队总攻银心岛。是，属下谨遵姑娘之命。甘姑娘，我也去。你是惦记花二郎吧？那就随我来吧。
等一下，这个石林有机关，大家要小心一点，心无旁骛，不得后观。走。小心！青龙逃走，白虎猖狂，朱雀投江。那是八门无忧阵，那盏灯就是景门之火。撤！甘姑娘好身手。那只是因为他们的功夫有限。我现在已经镇住了他们的景门之火，大家跟着我。增援的船去了没有？启禀少堡主，已经去了。怎么水上一点动静也没有？你再去问一下。是。少堡主，范哥哥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干尸九妹杀过来了。不可能，岸上的埋伏呢？范哥哥，我已经看到干尸九妹的人了，他们真的来了。少堡主，以大局为重，咱们赶快回银心岛，说不定会有一线生机。我不回去，我现在就要和干尸九妹决一死战。少堡主，你是银心岛的统帅，不可逞匹夫之勇。少堡主，左先生说的对啊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咱们回银溪殿再说。走，我哪儿也不去，我今天必须杀了干尸九妹。少堡主，范哥哥，你怎么这么不听劝呢？你要是再不听的话，我就不理你了。心儿，走啊，走！走，左先生，所有人，走。是。堡主，探子来报，十九妹已经攻破了银心岛，少堡主和左先生他们被困在了银心殿，危在旦夕，请您速速增派援兵。兵法有云：“置于死地而后生。”或许这正是江儿他们反败为胜的机会。堡主，数卑职直言，十九妹连破左先生6阵。少堡主和左先生他们，最后的银心殿已是强弩之末。如果您不派救兵的话，那少堡主和左先生他们将难以再生还了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，这样的情形，对江儿也是一种磨练。你下去吧。是。
弟兄们，冲进银心殿，活捉樊银香！樊哥哥，你不要再犹豫了，是打是走，你还是赶快决定吧。左先生，我们不能眼看着兄弟们在外面拼命，自己却躲在这贪生怕死。我宁愿和干氏九妹痛痛快快打一场，和银心岛共存亡。少堡主说的极是，我在银心殿外布了最后一阵，这一阵由你我二人亲自镇守，我也要和银心岛共存亡。报！少堡主，天玄、天权等位已经全部失守，现在只剩天书卫的弟兄在拼命死守。我爹派来的武林高手呢？他们已经死伤过半，剩下的……少堡主，我们还是赶紧向清风堡求援吧。趁干氏九妹还没有完全堵住后路，我们还是有反败为胜的希望。银心岛火光冲天，喊杀阵阵，堡主不会看不到。他若想救援，援兵早就到了。援兵至今不见身影，这说明堡主另有打算。我们只有背水一战，破釜沉舟了。快走，走快！林兄，大势已去，干姑娘所向披靡，你就不要再为樊家父子卖命了。我不是为了樊家父子，我是要阻止丹凤轩滥杀无辜。银心岛众弟子何罪之有？你们为什么要赶尽杀绝？是谁在和我们丹凤轩作对呀？姑娘，尹建平不自量力，要跟我们对抗到底。你们都退下吧，我有几句话要奉劝尹建平。退下。尹先生，你不是我们的对手，你单枪匹马和丹凤轩作对，只会粉身碎骨。即便如此，我也别无选择。樊银江大势已去，樊中秀也活不了几天。你是个聪明人，不应该执迷不悟。我不是为了樊中秀，我是为了银心岛的上百名弟子。他们何罪之有？为什么要赶尽杀绝？干氏九妹，请吧。是不是你贪多又犯了？是的，这下你该如愿了吧？你太小看我，我甘明珠从来不杀无还手之力的人。你走吧。我不需要你的怜悯，我中了你们的毒，也活不了多久了。要不是翠溪的吴老夫人救了我，我早就已经死了。你要杀便杀，来吧。若吴老夫人她还在，是不是你的命还有救？听你的意思，吴老夫人她已经不在人世了吗？是你杀了她？我没有杀他，他是想把我引到草堂之内，与我同归于尽。我侥幸逃了出来，可是他却死在大火之中。他是一个武功很高的人，你的剑法
就是他传授的，对不对？甘姑娘，我有一事想求。你说。我要用我的命换银星岛所有弟子的命，可以吗？你跟银星岛的人素昧平生，你何苦如此？多谢甘姑娘，我尹建平这条命是属于姑娘的。姑娘什么时候想要，就尽管拿去好了。后会有期，告辞。出来吧，我知道你一直没有走。什么事都瞒不过姑娘。我希望你把刚才听到的话全都忘了。我会的。看得出来，他在姑娘的心里是个很重要的人。只可惜，我们俩生来就是势不两立的敌人。看来，我比这位仁兄幸运。虽然得不到姑娘的垂青，但是能陪在姑娘的身边，替姑娘杀敌，我也心满意足了。华兄，我们不说闲话了。现在樊银江就在银心殿，我们去活捉他。姑娘，银心殿外面也许还有埋伏，我先去打探一下。好，那你小心。樊银江，你就会用这些偷鸡摸狗的手段安害你家花二爷？有本事你自己出来，咱们重新比试，看看谁才是称霸巢湖的好汉！花二郎，你死到临头还嘴硬，以前在巢湖上处处与我为敌，今晚新仇旧恨一起算。华兄，你伤势如何？没事，我能挺得住。妖女，原来又是你！樊少侠，别来无恙啊！
今天你进入我银心岛，插翅也难逃。看剑，快去你先退下。姑娘，千万要小心！请问阁下高姓大名？银心岛的诸多机关阵法，想必都是出自阁下之手吧？甘姑娘抬举在下了，在下左明月。原来是结庐华山的左先生。左先生，听我一言如何？甘姑娘请讲。银心岛的残兵败将，如今困于银心殿，有多少机会能够反败为胜？我想左先生心里一定清楚。与其玉碎，不如瓦全。如果你的手下愿意弃械投降，我将网开一面，饶他们不死。银心岛的一场杀戮便可消失于无形。左先生意下如何？恕在下难以从命。堡主有令，岛在人在，岛失人亡。我绝不能罔顾堡主之命，把银心岛拱手相让。来人，摆阵！
左先生，你只顾着登阵，却忘了守住自己的中宫门户。甘姑娘才智过人，左某佩服。我还可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如果你肯投降，我愿放你们一条生路。你我胜负未分，只要左某性命尚存，就仍有一线生机。左先生命悬一线，还如此的镇定，我实在是佩服左先生的胆气。来人！左先生，怎么样了？左某愧对堡主的信任，我们已无力回天。少堡主，左某先走一步了。哎，左先生啊！左先生，万万不可！与其受干尸九妹的侮辱，我宁愿自行了断。左先生，堡主已经安排好了，殿后有一条通往清风堡的水路，趁干尸九妹还没有杀到之际，咱们赶紧走吧。什么？堡主已经安排了退路？先生，赶紧走吧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少堡主，给龚先生，我不能走，我不能抛下殿外的弟兄。少堡主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你若不走，谁给他们报仇？罪魁祸首是干尸九妹，我们一定会找他报仇的。是啊，樊哥哥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。我们为什么要白白送死？樊哥哥，咱们走吧。是啊，少堡主，咱们赶紧走吧。走啊！此仇不报，我誓不为人。走啊，走啊！停！走！快走，快！快！我的船呢？顾先生，你别急，你仔细想想，也许是藏错了地方。不可能，我明明在这里做了记号的。不好，有人来了！我看见你们了，你们快出来吧，快出来！老五，算了，瞎喊什么呀？银心岛的人早跑光了，快点，咱们还得去银心殿呢，走，快点！你们几个快跟上，去那边，快点，快点！曹军，在，去找他船，快去！